那透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数位赋能给身障的一个朋友，成为新兴讲师，让他们知道呢，这个透过数位科技所带来的便利，然后再结合中华电信的企业职工，然后一起到偏乡高龄的社区来跟这些老人做一些陪伴。然后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再把这些数位的一个科技呢，教导给我们的这个长辈们，从七股、树林以及这个白河，还有东山、台南是起点，但是呢，我们会持续的往其他县市来做一个推广，也期待呢，我们把这个爱的种子能够播散到全台湾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会教一些他生活当中可能会运用到，那并且呢，我们会用一些像是游戏去激起他的一个兴趣。像有些长者他们会觉得搭公车这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可是有点无聊，但是我们就会加一些，比如说像活动脑筋的一些小游戏，或者运动身体的小游戏。我们发现这些乡里的长者们，他们其实很喜欢唱歌，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唱歌的 APP。拍照、录影，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他们以前可能他们的后辈拍照、录影，他们可能自己没有去欣赏到。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去欣赏到说，他可以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去做这样子。因为阮这个社区拢老人上课这拢真老真济对这手机的上升较少。中华电信呢，有林老师甲足济讲师、志工大带队来遮甲阮教，互阮学足者这新时代的产物，互阮也会当家己翕相、家己小试，也会当游戏打老鼠，也会当鸡蛋苹果游戏大家安算足新鲜，还佫来当唱歌，互阮这生活呢平添很多乐趣。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1，开学啦！今天来到新全台首学，就是中华电信跟台南市政府一起合办的新兴学堂，尤其是对于长者还有这个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起能够提供一个新的培力的机会。那对于长者的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包括健康的生活常识，或者是他们的快乐终老的应该注意的事项。其实，在我们担任市长这5年多以来，台南市的长者增加了将近7万人，可以说增加非常多、非常快。那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数已经占19点多了，那预计到明年初就可以超过20%，迈入超高龄社会，而且我们的身障者或者是说需要帮忙的市民朋友也相当多，因此这2个族群会变成我们很需要跟民间企业以及我们社福单位还有我们劳工局一起努力，来帮他们营造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更好的生活空间。因此呢，我们特别谢谢中华电信能够全力的支持，鼎力相助，能够打造我们这个最好的新兴学堂，能够让台南再次成为全台首学。除了全台湾第一个孔庙就在台南之外呢，我们第一个最好的新兴学堂，而且服务市民最多的新兴学堂也在台南。6时9分，欢迎收看10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总质询。有日前有一位查甫婴仔被弹砸到，结果报表因为是旧手机无得卡119来求助，造成耽误到婴仔就医的危险。所以议员彭一峰在质询当中，对他指控是政策杀人，嘛进一步烦恼老人的通信有可能拢是旧型的手机所以要求市长向中央反映如何建立紧急通讯的网络配套。
已经是5G 的时代，你敢搁咧使用3G 的手机啊？台湾彭一峰伊日前一位查甫婴仔被谈假着，结果报表因为是旧手机啊，无法度卡119求助，造成耽误婴仔就医危险的消息。伫总医顺积极向市长请病，要求向中央反映。目前呢，我看咱超过100款以上手机啊，是我都拨打112电话的。估计咱全台湾目前有超过100万户，这个用户呢，唔知影讲伊这目前所使用的手机啊，是毋是会当卡这112电话，是无多拍的，这是非常严重代志呢。因为呢，也做手机的人一般拢是上了年纪人会中过嘛，是讲较偏向呢，嘛，因为咱普遍袂卡119还是110啊，就你袂拍，毋过呢，拄了代志时阵要拍。结果拍袂到按赞嘛。像我咱一般用的智慧型手机，拢感觉拢卡112电话拢无问题，但是有的有型，但我毋是毋知影讲现主是3G 的迄个系统已经停用啊未？但是至少我甲中央建议，讲是毋是即摆是请这电信公司全面补查因家己本身的即个行动电话的系统，有关3G、4G、5G 有迄个无法度卡112电话的状况。议员表示，市面上100多种手机啊，只要上旧，包括101、119加112拢无法度卡。特别现在老人的手机啊，多数拢是只卡电话加电话而已。反而一旦需要紧急救援，要安怎？所以呼吁互老人加一定的保障，嘛提醒用户尽速进行手机啊体检。台南新闻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六甲区原本会团指挥部野区将改成警察局的长青巴掌议案，日前300多名居民反对到议会抗议以后，议员游泳池上午伫总日顺再次向市府请兵，要求召开公听会。对此，市长表示尊重地方的意见，确定要规划产业文化馆甲长青的巴掌这两案做伙进行。8月14日，六甲区里长联会动员大约300位居民伫民地艺术厅头前抗议，强烈反对伫现地的六甲营区设立长青的巴掌，至于拢无甲地方沟通。会中市长嘛才下定情书，表示会搁再评估。对此，议员游泳池16号伫总日顺再次向市府请兵，要求召开公听会，听出地方心声。市长来提情书啦，来互市长了解啦吼。市长迄样讲啦，我们2摊我还搁做咧，毋是按怎做啊呢？所以咧，伊有啥物办法，我毋知。但是别人也无来呢，搁来阮大家做伙个保持这野区咧，阮就是市长公平啦。这当然，人讲话事实，局长拢知影啦吼。来什么叫？所以要求咧，咱警察局来大家咧做一个公开的公听会啦。面对六甲居民希望将拍远的野区规划成产业文化馆的心声，对此市长会后伫议会明确表示，目前就是维持长青的巴掌，甲新增加产业文化馆建设。那个飞弹营区，那国防部离开之后交给市府，那我们要好好规划。但是因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腹地不大，它从门口到里面大概几百公尺，你们就碰到山坡地，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也要顾及到水土保持，不能把山坡地铲平了来盖所以山坡地必须保留下来。那在有限的平地，那我们要有长照，那也有靶场，但是我很期待，我知道六甲乡亲他们的一个诉求，我们要即使要新建这样，还是要保留给六甲乡亲来使用，所以说他们的使用方式就包括设物产馆，还有一些社区的东西，我会要求警政署跟这个长照的部分要挪出空间来。那这点我们是要对地方有这样的承诺。面对巴掌议案，警察局长嘛澄清无噪音、无安全顾虑，甚至对当地治安甲地方经济拢有帮助，会持续透过里长甲当地沟通。台南新闻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
台南除了是观光旅游胜地，现在嘛要拼运动健康城市。对此，议员郭宏仪伫总咨询当中，以今年运动城市排名的调查，甲市府团队一一检讨，希望兼顾全民运动甲竞技的比赛。对此，市长吴月天嘛讲，已经减5公斤，希望带头运动，并且伫明年顶半年来制定减肥成功的奖励办法。议员郭宏仪总咨询锁定运动健康城市，要甲市府团队探讨，因为根据教育部111年针对运动健康的调查，台南也阁是6度上榜。一直到今年运动城市排行榜的调查，台南的成绩也并无理想。议员会中都来问市长：你今日敢运动啊？嘛呈现对立委任内到担任市长减肥11公斤来提醒。对此，市长表示已经减5公斤，明年台南卖制定减肥成功的奖励办法。阿母讲袂记去做啦，所以你当了市长之后，他认不出你。胖了10公斤，现在有减了，有减一点，减回来了吗？减了5公斤了。啊，市长说要带头减肥嘞。我减了5公斤了。减了5公斤。好，你当时说，减肥也要勇夫啦，哈，减肥勇夫。所谓的奖励之下，奖金重赏之下也有勇夫嘛，哈。啊，其实这是一个，其实是很笼统了哈。但是我们做了吗？咱有去规划讲，好减肥成功，我们要给什么样的奖励？不用用奖金啦，哈，奖励干有规划吗？有在想。要你青菜公共哎，没啦，别讲青菜啦，卖青菜公共啊，有至少你根本没有做嘛，对不？你不履行你的承诺嘛？政策还没有出台。政策还没有出台，这2年前讲的呢。2当啊呢，你个2当就要下级嘛呢？对不？你不要高级嘛呢？谢谢议员的提点，我们会努力。努力吧，好不好？希望我给一个时间表，好不好？好。希望明年上半年就要出来。运动不只是健康，已经成为新的潮流，甚至成为各县市优先政策之一。议员郭宏仪除了希望全民运动甲竞技的比赛，同时拢爱提升注重，嘛成为运动场馆的优先之都。台南新闻顾文吉、张硕维采访报道。随着安南区高云仔社区人口快速成长，学校需求甲停车问题嘛对咧增加。对此，市府教育局伫评估以后，编列13亿2千万，启动高云仔高中小2期校舍以及新区地下停车场工程，下面做回来关心。等候开始，一切动，祝开地平安，迎接这个。位伫台南市安南区的高云仔高中小正式启动2期校舍空地下停车场新建工程动土典礼。9分子地区人口成长非常快，然后这个9分子国中小它的一个学校的设立一下子就额满了，所以就有了2期校舍的一个需求。那感谢议会的支持，因为2期校舍全部都是都是地方的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市府开始约3000万建设2栋4层楼校舍，增加学校学生的校舍需求。另外，也阁提供361个停车位，解决停车问题。那么，原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期校舍将全部作为国小部来运用，那么可以减少国中学生跟国小学生相互干扰的一个状况。那么另外呢，我们利用的这一个西南侧的基地，也争取到中央前瞻计划的经费，增设的地下的停车场作为社区的公共停车场，那么让我们周边的交通可以更为顺畅。我们呢，整个2期的工程跟地下有2层呢，操场下面地下2层的停车空间呢，整个是共构，所以呢，我们蛮期待的，到115年底，我们是希望啊。原定说到116。配合校园整体规划，停车场地面层将兴建标准200公尺的 PU 跑道、运动场、空球场，替学生和社区提供更加好的运动设施环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
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湾府成方便甲新大所辅导的科技公司合作，营销府结合在地蚵仔壳，就来做成快食的文创用品，也举办工作坊，互更较侪人认识宗教文化。同时嘛，宣告台湾府成方便成为台南第一座迎合联合国 SDGs 永续目标的业务。把搅拌好的粉浆倒进模具里，这种原料相当特别，有台南七股的可可粉、高雄中钢公司的炉石，还有从清朝使用至今府城隍爷香炉里的香灰，自然干燥成型后，就会变成蝙蝠造型的筷架。阿嬷拢会去庙里求香火蛋，互阮家讲来保平安，可以当摕来做迄个放伫的。安尼我感觉真神奇。蝙蝠筷架就想会当互即个香火会当更延续，甲即个变落的福气来传递每一个信众。会用蝙蝠造型设计，是因为城隍庙的窗花或是对联上都有蝙蝠，加上东方对蝙蝠有特殊的意涵，所以大小朋友也拿着学习单寻找庙内的蝙蝠。城隍乐土，永续幸福。府城隍庙是台南第一座教育跟民间信仰相互结合，还加入联合国 SDGs 永续目标的庙宇，由成大所辅导的企业来合作，呼应一起台南世界交陪台南400的永续精神。SDGs 也是一种信仰，大家应该多亲近这边了解我们这些庙方做的为大家做的这些事情。如果可以把它用来结合我们一些从人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件，让大家知道这些材料是可以用的，那这个永续概念才能够推动。产官庙3方合作，让庙宇永续发展，宗教优质化，营造民众生活幸福感。记者宋怀台南报道。高雄西面区有一间海产糜店家主打大分量，用火锅来蒸海产糜，就是上大的特色。而且这么大分量的海产糜，竟然唔免200块，食过人客拢讲 CP 值超高。店家利落的处理海鲜食材，忙碌的双手都没停过，还不到11点就挤满了要用餐的民众。这家位于三民区的海鲜粥主打大分量，你没看错，这是单人份的海鲜粥，装粥品的容器居然是火锅。用餐的民众都说，虽然是1人份，但2个人都不一定能吃完。量足大的啊，伊今仔个鱼肉未来呢，迄时还有鱼肉的呢。对啊，迄鱼肉无来，对哦。2个人要吃完还要应拼哦，因为我这个量相当的多。它不会很死咸，然后它也不会说很口渴，所以我觉得它的鲜度就是够，它就是整个直接丢食材这样，比较实际啦。这么大碗的海鲜粥，虾子、鱼皮、蛤蜊、青稞、鱼柳5种配料，不到200元。民众说吃了真的好过瘾，再加上店家使用新鲜的海产煮成，汤头相当清甜，让民众吃一次就爱上。外带也不马虎，仔细看看装粥的碗真的超级大，店家希望能让每个顾客吃饱饱。我常来，它的口味就是很鲜甜，然后这个分量真的是超多的，物超所值啊！我来的时候，他们就数这么一大碗。老板提议的，一份海鲜粥把锅子装满满，很多人可能头一次看到，这样不到200元，对客人来说 CP 值非常高，甚至可以1份抵2餐。在食材的处理上，店家也相当讲究，主打新鲜及超大分量，让很多顾客吃一次就爱上。记者张世明、陈英君高雄报道。
由新北市甲广大文教基金会所合作举办的艺术巡回展览正式开幕，预计巡回20间学校，希望透过政府甲民间的资源，用丰富的艺术体验，鼓励囡仔热情来接触。3、2、1，正式开展！公司协力，大师给力，113学年度广达鱿鱼艺新北市巡展正式开始。小朋友热情地导览自己喜欢的作品，当起小小解说员，活泼且生动的语气，让观赏的民众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活力。新北市教育局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近日在秀山国小举办113学年度广达鱿鱼艺巡回展开展活动，展出2大主题，分别为跟着老顽童探险去、刘奇伟艺术特展及生活化市集、西游千年风俗艺术。教育局长张明文及广达文教基金会吴婉娟协理也到场揭幕。活动中更邀请刘奇伟先生的孙女刘思成小姐到场，鼓励孩子探索艺术，仪式别具意义。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新北市常年推动校园美感教育，这次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的广达鱿鱼计划，今年已迈入第13年。除了让大师作品能够走入校园，使孩子更深入了解创作外，另外透过专业博物馆培训课程，培养孩子成为小小解说员，提升新北市孩子的欣赏力与表达力。首先非常谢谢广达文教基金会还有我们刘奇伟教育基金会能够一起合作能够将这么宝贵的一个台湾本土艺术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到各校，我们可以这一次会到20所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台湾跟我们整个艺术的一个涵养就是说很多每一幅画其实都代表一个时代，或是代表一个很生动一个生命故事我们希望说透过小小导览员的一个培训让孩子去训练他的表达沟通能力之外，也能够从小透过这些艺术的作品能够涵养他的一个生命力跟很多的一个情感情绪我想艺术是一个对每一个孩子最好的陪伴当他看到这么多的生命故事，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的人格培养跟成长会有很大的收获。广达文教基金会协理吴婉娟表示，广达董事长一直以文化均富为目标，这是广达从93年开始第一个展，也是到目前为止最久的展览。除了与新北缘分很深外，也希望透过艺术教育，让孩子能够从中学习对彼此及对社会的关怀。董事长一直有文化均富的一个理想，就在93学年度，我们把刘奇伟展下到学校，开始了广达鱿鱼艺，所以这是广达鱿鱼艺到现在最久的一个展览，也是第一个展。当时呢是93学年，我还记得是8月19号，我们在清水高中做了鱿鱼艺的开幕，那是第一场，所以我们其实是又再回到了新北市。那我们第一个鱿鱼艺馆是在桃园的回龙国中小，那时候就是时任局长的那个张局长，所以我们真的是缘分很深。透过教育，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对社会或者是对彼此都非常可以带来光芒，然后可以带来欢笑，然后幸福的一个人。所以大家我们就可以一起用教育去改变这个世界。新北市教育局表示，113学年度校园展览到明年6月前会到秀山国小等20校巡回演出。教育局未来也会持续结合民间资源，希望带给孩子更丰富的艺术体验。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高雄正营翠华路伫西边车道拓宽以后，将进行中央分隔道的改造，同时分隔道前的路树嘛将刷走，无搁再整新呢。不过真侪民众欢迎南部天气这么热，加种树会当遮日头，所以积极向市府订正。左营翠华路西侧的车道拓宽之后，中央的车道被三角锥围了起来，准备施工。因为中央分隔岛也要跟着往西移，让东侧北上车道可以多出一条车道的空间。西侧拓宽后，由原先的2块1慢共3个车道，改为3块1慢共4个车道，可有效疏解现况南下拥塞的车流。
为了要将中央分隔岛偏移，市府新工处已经将南段分隔岛上的路树整个移除，北段的路树还没有被拔除。偏移之后不再新植大型的乔木，民众认为在路况可行的情况下，应该多种树，让机车骑士不会被太阳直射，也可以美化市容。有树比较舒服一点的，对你没有种树的话，好像比较单调那样。不要砍掉，移到中间来，还是移到旁边来？应该可以移嘛。真的很热啦，尤其骑机车哈，你如果没有，真的受不了。而且这个红灯有时候都停了，都90秒、100秒，我受不了了。而天气这么热，现在我们整个一个气候啊非常极端啊，遇到下大雨啦或是台风的话，中间的路树经常会断树根。那会造成我们在行车上的一些的用路人上的安全。另外，为加速本工程的进行，未来新的中央分隔岛将以潮化线及防撞栏杆为主，在路口处则还是维持实体的庇护岛。为了拓宽道路而移除路树，护树团体认为要视翠华路车流是否会增加而定。虽然不重新种植大型乔木，但还是会种矮灌木作为分隔。里长则希望在人行道上可以多种路树，一样有遮阴和美化的效果。新台17线也要开通，那未来翠华路旁边会开路呢，连结去民族路。翠华路是否真的需要拓宽？我们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多的这2条路其实是已经可以把很多车流疏导掉。它的人行道旁边就是要种植一些的绿树了，能够把我们整个一个翠华路周边里面的做一个绿化带。全部的工程则预计会在明年6月完工通车，届时翠华路南北向将各有4个车道通行，以疏解翠华路的拥塞车流。翠华路西侧的车道正在进行最后北段的拓宽工程，在中央分隔岛完成偏移之后，东侧车道也会接续拓宽，并且完成2侧的人行道，完美的路型预计在明年6月完成。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收看10月12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